花莲吉安乡本社场伫11大火，烧一天一暝，四颗位拢是烟甲臭味，互在地民众是真不满。早起伊嘛去县议会抗议环保局拢无作为，要求爱冻结环保局的预算。守护光华，拒绝污染。为着表达对于发生伫11吉安乡本社场大火的不满，50多位光华村民坐游览车到县议会抗议。不少老大人拢表示，是连续伫门口拐条条个挂吹暗，也是有真侪人身体无爽快。闻到那个味道很刺鼻啊，刺鼻的时候就喉咙痛啊，偏头痛啊。这场大火烧尾25点钟才完全拍火，引起村民原本就对本社场安全告期也咧使用的不满，指控环保局火灾发生了后到今拢无作为，所以到县议会要求机关冻结环保局废弃物处理预算。花莲县环保局对我们光华村的垃圾场已经开了无数次的扒垃票了，从94年开始营业到96年2年半的时间，必须要关厂，没有继续用。我们现在那边的垃圾累积量有1万多吨。环保局表示，大火发生了后，随即伫附近设置监测点，迄当时空气的营养粒啊，大概每立方公尺200微克，并不是无作为。从它开始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是一天有分4班次在做这个空气品质的监测。那当然有一部分的数值会比较高一点，但是目前看起来其实都已经恢复目前的背景值。环保局强调，花莲本社累积量大约是8万吨，也毋过每日第二气化炉烧的量上悬只有200吨，气化速度慢，佮加上本社量继续增加，真做困难的问题。目前已经请台南县府协助气化，也要求各乡镇公所加强本社场的管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